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民进党籍的前台北市议员蔡坤良，去年的11月送病院来急救，当时伊的血氧量落到40%以下，加在有及时送病院，才救回到一条命。啊，病院甲抽血检验，竟然验出着罕见的变性血红素血症，若严重者可能会无命。是啥物人要甲害的？士林地检署查出着嫌犯，竟然是蔡坤良的司机。这个司机涉嫌甲一种毒，这种毒会引发着人体变性的血症。这个司机甲这种毒掺落菜头汤内底，连同卤肉饭甲青菜，请必须烹予蔡坤良来食。结果蔡坤良啉汤啉无几喙，就倒落去了。即摆这个司机方向伤害罪提起公诉。倒伫病床顶挂上诉的是前台北市议员蔡坤良，血氧量剩较无40%，迄若骹手搁较慢的，就可能无命。医生建议讲，去问做便当的人有可能去染着工业用盐，因为案发迄一天，蔡坤良啉司机买菜头汤半点钟后就昏去啊。那天特别奇怪的是，他买了之后，他叫我的秘书，然后送进来。那正常来讲都是司机送进来，汤的味道感觉比较。就是不是菜头汤那种比较不浓稠的，有点像喝到勾芡的汤的感觉。那喝下去，因为也没太注意，所以前面那几口就是先吞进去了。蔡坤良是差不多2年前透过人力的中人公司请这个姓吴的司机，想要到去年11月啉到伊买的汤，就坐救护车被送入去急诊。病院报告2天后出来是可能致命变性血红素血症，司机过2礼拜就提出离诊，后来走去蔡坤良前某的公司上班。虽然司机讲迄一天为桃园买中岛长讲西顶台北无偌远，已经袂记伫倒位买啊。你昨天去哪里吃饭，你会忘记吗？就是说你去哪里买什么样的午餐，你会忘记吗？所以他的这些做法就很不符合常理。知影互人偷了后，医生佫真面较甲讲。无死算是奇迹，因为这个量会互人无命。检警依照证书甲诊断的证明书，认定这个姓吴司机涉嫌伫食物中下毒，依照伤害罪甲起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